Galaxy S2 有個 Super AMOLED Plus 嘅超靚 mon 就係人都知㗎啦，但原來 Samsung 咧仲幫佢個界面升咧到 TouchWiz 4.0。歡迎大家收睇 Ring HK 電視潮玩教室，我 Fiona 今集將會繼續同大家潮玩呢部近期 hit 爆嘅 Samsung Galaxy S2。Galaxy S2 有個 Super AMOLED Plus 嘅超靚 mon 就係人都知㗎啦，但原來 Samsung 咧仲幫佢個界面升咧到 TouchWiz 4.0。除咗普通嘅 icon 之外咧，仲可以放埋 Android 獨有嘅 widget， 喺 home screen 度掃兩掃就可以即時睇到晒有咩 update 啦，上 Facebook 收風都快啲啦。Galaxy S2 嘅 home screen 有成7頁咁多，而 TouchWiz 4.0界面又輕鬆易用，只需要用2隻手指就可以即時放大、縮細，撳去想睇嘅畫面話咁易。又或者可以好似我咁，平時淨係用5頁嘅話，就 delete 埋空白嗰2頁唔用，等到要用嗰時先加返，夠晒彈性啦。喺 Galaxy S2 度用 widget 好簡單，只要喺 home screen 度撳實空白位置唔放，再揀 widget，就會見到好多小工具俾你揀。我自己就最中意用 Memo Pad 記低 shopping 要買嘅嘢，而中意投資炒下股票嘅朋友就可以試下用股市 widget 嚟睇實個市，咁就唔使次次都開 app 咁麻煩啦。另外 ，Galaxy S2 內置嘅 Task Manager 除咗可以長撳 Home 掣打開之外，亦都可以變成 widget 擺喺 Home Screen 上面。咁要知道有咩 apps 仲喺 background 行緊，就更加容易啦。今集就講住咁多先啦，想知更多有關 Galaxy S2 嘅潮玩 tips 咧，就要繼續留意下一集嘅潮玩教室啦。